用戶如果想增加一個新嘅員工，只需喺個人管理模組下邊員工嘅基本資料當中去增加用新嘅員工資料。當進入員工基本資料功能嘅時間，用戶只需按增加鍵去增加一個新嘅員工資料。第一版面就會個人資訊當中，用戶需要輸入員工嘅一啲基本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同埋身份證或者旅遊證件嘅資料。輸入咗名字之後，可以選擇輸入員工嘅電話號碼或者個人嘅電郵地址。出生日期、婚姻狀況、亦都可以輸入員工嘅身份證或者旅遊證件嘅號碼。當輸入完成同埋核對資料正確之後，可以按儲存儲存掣。如果想放棄所有輸入過嘅資料，亦都可以取消掣。而家按儲存掣儲存。員工已經新加入咗喺員工嘅表單裏邊，系統亦都會自動安排一個員工號碼俾個新嘅員工。用戶喺左手邊就可以見到員工嘅資料已經出現咗。用戶可以繼續輸入其他嘅資料，包括員工嘅任職歷史。第一條嘅任職歷史，首先選擇任職歷史嘅開始時間。舉例，呢位員工嘅入職時間會係2015年嘅9月1號。選擇佢嘅職業、所屬嘅部門資料、佢所屬嘅員工薪級當中嘅薪級計劃。跟住會輸入員工一啲嘅薪金嘅資料，包括佢出糧嘅 package 係點樣，佢放假嘅假期係根據香港公眾假期。跟住會係薪金嘅資料，假設佢係月薪，而用港幣出糧。下邊如果佢係一個合約嘅員工嘅時間，用戶亦都可以輸入不同合約嘅資料。下邊再輸入嘅就係一啲
當中員工好重要日子嘅資料。舉例，如果佢有一個有試用期嘅時間，試用期嘅完結時間係幾多？假設係用3個月做試用期，員工將會喺11月30日試用期屆滿。如果需要離職嘅時間，當中所通知嘅期限係幾多？假設係1個月。當所有資料輸入及核對無誤之後，可以按儲存鍵或者按取消掣取消。我哋按儲存鍵儲存。已經輸入咗員工嘅職位歷史資料。第3個版面係可以輸入員工親屬關係嘅資料。假設呢位員工係有位太太，我哋可以喺呢度輸入佢太太嘅資料，作為將來一啲嘅 benefit 需要登記嘅時間，可以喺呢度攞到一啲資料。當資料輸入正確之後，可以按儲存掣儲存或者取消掣取消。我哋先儲存。完成咗輸入員工親屬關係資料之後，可以輸入員工嘅住址。員工嘅住址可以設定開守嘅期限，例如9月1號。如果員工係當中係有搬屋嘅時間，用戶亦都可以增加一個新嘅員工住宅地址資料，只需重新再輸入一個按新地址生效時間所生效嘅地址就可以啦。而家我輸入一個新嘅地址。當輸入及核對資料無誤之後，可以按儲存掣儲存或者取消掣取消。按儲存掣儲存，當中已經儲存咗員工嘅地址資料。最後係會輸入員工薪金發放方法嘅資料。薪金發放方法嘅資料係幫助用戶去登記員工發放薪金嘅方法。選擇發放薪金方法嘅生效日期，假設係9月1號。當中方法可以係自動轉帳、現金、支票或者銀行嘅電匯。我哋選擇自動轉帳。輸入薪金發放嘅貨幣單位，跟住可以輸入員工薪金發放戶口嘅資料。假設員工係使用上海匯豐銀行，再輸入員工匯豐銀行戶口嘅號碼。
當輸入完成核對謬誤嘅時間，就可以按儲存掣儲存啲資料，又或者按取消掣取消重新輸入。而家我哋按儲存掣儲存資料。以上就係用戶可以新增一個員工嘅所需要輸入嘅資料步驟。